好，非常收看今日村民台北嘅节目，我系林秀玲。台湾有张亚洲市，你讲有谈过，你讲有去过。你亚洲市第一个小朋友，佢哋会莎莎那人是推俩田咯，伫个上课，还有俩啲小朋友会自家系亲属来看。到底亚洲市系乜嘅呢？佢其实唔系一只素材，佢系一只苗栗教育资源平台，唔但像系全球首创嘅，台湾咪系做嘅学校俩下啲嘅做，就系土壤种那个种片贵小，种片贵小嘅学生呢，佢就透过俩苗栗来到全世界连接，好世界方式咪唔但像系啲教师地图天天，佢就打破一样嘅限制，行出嚟教师透过苗栗到世界来共下做连接。係嗱，你講你活動到嘅學校呢，都會發展用應該提升學校嘅部分咯。種品貴少嘅素材提出係啲土壤種那個高粱提起，也會係鳥品客家非常重要嘅一隻種頭。所以佢哋咪就攞嚟鳥品嘅客家文化啦，學校嘅特色結合嚟強下。不過鳥品嘅啲種品貴少嘅啲係發展嘅就係啲苗栗教學嘅方式，按現在嘅方式用咗攞嚟傳統嘅鳥品客家文化嚟結合嚟強下咯。啊，用嘅學習方式對成人嚟講，佢係好嘅咯，又係講為咗相互矛盾嘅素材咯。樣譬如嚟談下咧，專家學者係用班演講解，談可能學者係用班演做嘅，強下咧對呢種品貴少嘅燃料透切，強下嚟做討論。開會了！大家好，今日村民台北嘅節目呢，來到嚟種品貴小嘅現場，今日我哋大家共下嚟討論嘅出講，有苗栗學習、數位學習，運用班嘅來自己學生嘅自主學習嘅能力，樣譬如為大家嚟紹介呢基本嘅推動嘅裏邊，共下嚟參加呢個討論。頭一個為大家嚟紹介出係呢個中正大學苗栗學習研究所嘅教授陳德發陳教授，陳教授你好，陳教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上嚟題嘅裏邊，我為大家嚟紹介出呢基本嘅題主，咪出係種品貴小嘅教授陳信平陳教授，陳校長好。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我係陳信平。第三個為大家紹介到嘅裏邊，呢基本繞牆到嘅就係土壤藥品發展促進協會嘅總幹事許世龍許先生，許先生好。大家好，我係許世龍。好，稍後睇基本嘅裏邊，稍後來強下來入到呢基本嘅討論嘅主題，就係物價溫度苗栗學習，物價溫度數位學習咯。哈，呢基本做物價為嚟到嚟種品貴小咯，而種品貴小佢哋啲兩部分要做嚟哪啲事情，樣譬睇呢呢記者嘅鏡頭，強下透過新聞短片來了解一下。夜下喺早晨8點，學校地圖將談到6頁上批電聲音呢點點的看書，也就批喺總歷史高粱體系嘅種品貴小。我從小就喜歡看歷史，就是一直看之後就發現自己很愛看了。每天這樣看書啊，對你幫助最大是什麼？寫作文的時候有比較多的想法。學校對小學1年生開始就訓練聲音呢，其他有興趣嘅書來看，先生嘛批電聲音呢，向下看書。小一進來就這樣子訓練了，他們現在目前注意力大概可以到20多分鐘，選到符合他們程度的書就會願意坐下來看。學校會盡量多提供各類型的圖書，也是訓練他們靜下來的一種方式。種品貴小係全國第一個，嘛係唯一一個透過苗栗來學習的小學。6年前，學校同中央大學合作進行苗栗學習的實驗，希望透過安尼的方式訓練聲音的其他學習，就連本人頭腦清通的數學嘛變多神奇嘅。好玩，一直破關卡，除非你破完才會沒有可以給你破的關卡。數學線上搶教方法，學生嘅透過苗栗學習的平台，其他前題目做，遇到問題線上一個一個教，同學生嘅共下發現學習的問題，嘛共下解決問題。自主學習的平台，就讓小朋友依照自己的程度，他們可以自己去闖關。現在教育政策一直在改變嘛，那他們就要多學習。然後這種方式呢，就是提供他們一個自主學習的基礎，因為他們肯動手、肯動腦的話，面對各種知識，他們都有辦法學習。唔但參與圖書，學校嘛透過技術討論嘅課程，教聲音嘅認識土地，嘛培養技能表達嘅能力。各位小朋友，大家好。$4 million to build this library， 為感謝因對學校嘅貢獻，所以後名為命名為張靈閣圖書館。
以表彰回馈社会之善行。今天我要导览的景点是世界之窗。 To low is a difficult building。我介绍介道理结束，寻梦大家。刚刚哥哥姐姐讲的好不好听？从容都90度，睇下真好真好，好多叫满型，你嘛唔比哦。本记得有表现的地方，而且记得个能力是会展现出来。习惯主通刺青韩国兴趣，係中平國小全人教育嘅核心價值。未來競爭引來引態，也係教育政策要變來變去，先到嘅家長弄唔到樣解釋。無聽錯，一種自主學習就係解決一下教育問題嘅好方法。我今日新聞上片講，終於看到你中評過小屆學生哦，有啲社會環境係動強，就係因為用啲合法學路啊，係講啲翻譯啲啲小屆呢屆學教界提升。基本中評過小屆學生嘅咪做下要嚟到呢屆現場，所以小朋友跟大家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問個好，大家揮手。正經係當等於小屆成員啦，吼，影片當中咪有看到幾條自家要自家做嘅自主學習啊，自家早自習嘅時間，大家都會自家親書來看啊，吼。呢基本嚟挑戰嘅主題就講咧名儒教學嘅部分啊，吼，嘛嘅運動係名儒教學咯。挑戰問題我嚟參考呢個陳教授，陳教授您在台灣就是首創說用這樣子的一個網絡科技的方式，我們在網絡上創造了一個網絡學習的平台，叫做雅卓士。那什麼叫做雅卓士？而且這樣子的雅卓士其實不止我們現在台灣，現在我們在推，其實早就在之前的時候就受到美國政府、奧巴馬政府的重視，還寫進去他的那個教育政策白皮書裡面。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什麼叫做雅卓士？雅卓士的意思就是亞洲卓越城市啊，它的英文叫 EduCity。Edu 它的音就是跟雅卓是很接近。當初我們提供這個網絡平台，是全世界第一個想要把學生結合到教室、結合到學校，然後再把家庭連起來，成為一個網絡的學習社會。那這樣子的網絡學習方式在台灣它適合嗎？還是說它正好是可以彌補說我們台灣課堂上面學習上面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我的感受就是說，台灣的教學方式的確是比較保守。我是希望就是將來透過這種的一個學生一台電腦都是行動學習，再加上這個網絡學習空間，可以讓學生真正能夠做到自主學習，真正做到建立他們的自學習慣啊！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自學習慣，一直永遠都是應付考試，對他將來就是那個的長久來講，對他的學習並不是很有利，因為我們的家長都是看到很短的結果，都是以考試為中心，結果是不行的。我們希望是以真真正正以學生為中心。我們的華人的家長從來就沒有把學生的學習興趣考量當中，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大量的閱讀，大量可以讓他們自己做些寫作，可以發揮他們的興趣來。好，謝謝陳教授。剛剛教授講到，其實一開始跳下馬嘅時節，唔係喺中評過小類學習哦，佢係態度是啲咧商時嘅素材，相對嚟講係資源下豐富，下多嘅地方嚟推下。不過教授講，其實唔係推到東新股，點到係嚟到呢啲下配嗰嘅素材，嚟到呢啲中拉嘅高量嘅中評過小類片生。小類除咗參教請教總咧，教總家下做乜嘅？你啊教授咧前面講嘅時節，因為係唔接受咁樣嘅挑戰嘛，因為佢哋鬧衝突嘅種嘅教學方式係冇強容嘅。你係咪要當多嘅問題，或去克服嘅？譬如講，要當多嘅限制，可能就會去打破啊樣嘢。突然間政府配用教長嘅方式係同啲教長去世界各界去參觀，係記得最清楚是去法國。佢法國大家線上有冇準備當多嘅課程，喺個嘅學習單，並且佢嘅教學嘅項目，啲嘅學生會本機亦則。學習單、2則學習單、3則學習單，和準備當多嘅時間，就因為中央大學嘅陳德懷教授來佢講，我落去講咧線上嘅視訊教育，興趣教學嘅
陈德伟老师讲兴趣教學，讀落嘅意念統合，係叫高中你愛書台哈，科技就可以解決了。讓嘅學生哈，會寫3種學習單，給電腦一按，該些教學的教材全部都在網絡上，線上唔是很辛苦。和學生哈下課嘛做得到嘅學習蠻容易，所以有大家機會哈，使到該陳德偉教授哈，引先哈來。把這套網絡學習的資源就引入我們中平國小。咁講應用班係強吧，你學校嘅其他係線上咯，因為見到傳統方式冇去咯，家長係咪會遇到問題呢？克服了啲困難哈，所以說服老師。個說服老師嘅方法哈，是到線上來講，啲書台嘅流行嘅趨勢，和除了到線上去境外哈，去新加坡、香港參訪，看看外界的世界是多麼的進步。那我們台灣要培育未來競爭力的小朋友，他必須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條叫做全人科技創新小學的路。那中平國小有全人的，就是體驗學習有走讀，所以我們有步馬過嶺特色課程。那我們科技就是中央大學的明日學校。那我們是說服老師去看了之後，發現新加坡很進步發現香港也很進步我們台灣是硬體王國，全世界第1名為什麼不能做？太可惜了。為什麼這麼好的資源，奧巴馬都把網絡學習列白皮書，台灣居然還沒有做？如果中平國小的孩子如果能夠做的話，如果帶着老師帶着家長，所以我們那時候提出一個口號叫什麼都能等，教育不能等，教育我們在等啊。因為你啦，20世界你台灣為到世界競爭，必須要有新的教學、新的教法，才會能夠符應這個社會的需求不過你兩篇上係講，用啲科技來教成人呢，會取到講，因為你未當到問題，你點解講乜網絡成癮嘅問題為之會按用因為少講成人按做出來接觸電腦，你會變成英國咁宰小孩按用冇電腦變到就利用在網絡世界裡面，唔係去讓人接觸，係唔係去讓外界做交流按用因。你該全人小學應該到森林小學的概念是本學生行出教室去社區走讀，和中平國小的學生1年生到6年生出來去該社區去福明宮和去南方莊園中華電信研究所國際兒童村去走讀自己饒平的家鄉然後另外我們在領域課程裡面是你的英語、數學、算術嗰度呢你是用該科技，所以到主心英講解唔會相違背，它是相輔相成就是我們在彈性學習結束的時候，校本課程讓很多孩子走出自己的課室，走到自己的校園，走到社區去，然後呢去學習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進而愛自己的家鄉那第二個，它的國語數學這個部分是核心能力的部分呢，我們是設計用雲端學習，然後讓孩子們呢透過平台累積他自己的語文讀寫、聽說讀寫算的能力，所以這兩個是把別人的優點把它抓下來，把自己的優勢加以發揮，所以才會走出以後未來台灣教育的新方向。謝謝。好，新聞校長，你講到咱用個數位學習來結合科技結合英文個你個中平國小在啲鳥平個客家總體地圖，啥類你專門體會強調你個倆學生上啲你倆鳥平提起啲你個國小當中咪係非常個什麼啲個推動鳥平文化個，請你點樣看到你按種個樣教學方式，按現今個教學方式，用個老你個倆傳統個方法結合強下，你去到用班人做小朋友。改變冇幾多接受度係用班人。在12年前教育部咧提出統一個母語咧，母語咧變到呢個國小嘅學校基本咧，我就開始到中平咱就該甚至該新華兩個小學咧教那個鳥平客家話不過咧教了一個學期以後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講。你按自己教學嘅方式唔好，所以咧就係想講，做你怎樣可能教下好因為
鸟拼音按度咧，你家人啊，冇乜个3头6臂，有可能做到按度事情啊，所以就想到一只方法，就会做一只名产啊，从爱学校记袂住，做一只鸟拼嘅班上卡嘅名产。名产记袂住咧，又不用文字，又不用图片，又不用所有鸟拼嘅英文文化等等按之咧就可以讲达到你想爱本下当人伫鸟拼嘅事情啊，你算系第一次正式嘅数位教学嘅一个方式。你询问嘅其先生嘅回答，咱们因为除开放类现场改类边小朋友类，然后你穷下类做一张讨论哈。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在场的小朋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到底该种该填脑啊，你该送口改实际很用半音改清口，有没有哪位小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用平板用电脑在上课的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喜欢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吗？来，有没有哪位小朋友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请举手。好，同学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几年级？5年级。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觉得用电脑在上课好玩吗？是不是你们一人都要拿一台电脑？大概都是上哪一些课程会用到？就是大多数就是国语课或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偶尔会让我们就是用电脑来上课，然后就是跟一般有差别的就是说，因为电脑上课就是会变成自主学习，然后还有一些讨论就是一些讨论学习方法，然后就不会像传统方法，就是老师在黑板上写，然后学生在底下听，就是会有多一点乐趣那种感觉。那听说你也是转学过来的嘛，对不对？对。可不可以跟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你以前念的那个学校，它的上课方式又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到了这边，它有这样子所谓的网络教学的方式，又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传统教学就是大多数都是老师在讲啊，然后像明日教学的话，就会变成说就是学生自己自主学习，然后因为就是会跟同学有更多互动，然后就会跟同学感情变好，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能够更了解一些课文方面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明日教学方法。好，谢谢这位漂亮的小美女，谢谢你。那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啊？好，这位弟弟，你在用电脑上课的时候都是上哪一些课程？你喜欢吗？就像数学、国语的教过之后，然后就会给你做一些任务当考验。像是什么任务？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吗？课本上面教的题目就会到那个任务里面，然后就让我们在数字不一样之后，让我们再做一次，看我们会不会。你是说就是课本有课本上的课，然后你说的数学任务是不是？对。那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任务？是一关一关这样子要像闯关的那种游戏这样子吗？一个关卡，然后里面有很多题，然后你一题做对了才能到下一题，然后一关做完才能进下一关。所以会让你觉得其实是在游戏当中来学习，是不是？对。跟打电动一样，这样子会吸引你的是吗？会。会哈，好，谢谢你。好，那听完了小朋友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式啊，它颠覆传统，然后挑狗很冇強容嘅吼。記得底下教學嘅時間要都懂用班嘅問題嗎？現場是不是有我們中平國小的老師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好，這位老師。我是5年级的老师。那在中平国小呢，过去一直都是传统式的教学哈。那因为传统式教学，我们老师一直讲，学生都听得很乏味。但是自从引进了这种明日学校的教学之后，学生的兴趣会提高，因为我们用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实际上并不是以我们老师的节奏来教学，而是以学生的节奏来做教学。好，那这是我的心得。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以学生的节奏？因为我们每个学生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数学教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每个学生都，全部都是这一题，都完全了解。那每个人的进度不同，当老师在教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强迫学生依照我们的认知的程度来教。可是学生有的时候这一题不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先教过了以后，学生会进入
明日学校的题目之中，然后他们依照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自己该去闯哪一关，自己决定自己的速度是多少。我们不会一直强迫他们说今天一定要是哪些，他们由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学习速度。然后老师在从旁协助，对，我们老师大部分变成协助者的角色。好，谢谢老师。好，谢谢。那还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就是说，从这样子的以前传统的方式，然后到现在这样子新的方式，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这位老师。我想绝大多数的老师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挑战。第一个，我们不是电脑老师，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哇，电脑坏了怎么办？电脑不见了怎么办？我们面临的考验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上。那我如果整节课都在修电脑，那我的课还要上吗？好，都会有这些疑惑存在。那渐渐的实行下来之后，因为我们有上培训课程，教师的培训课程，所以呢，我们也了解说进行课程要怎么进行。那在过去呢，可能老师就在台上拿着粉笔，或者是单枪直接投影，然后直接一直在讲，一直讲。那小朋友呢，在台下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进去。那到了现在电脑教学以后，小朋友呢，他就一人有一台，他最吸引他单独的一个个人老师，好，马上给他说你答对了，好，像数学他马上就说你过关了。然后呢，如果你错了，他就会把你的地方好框框红色的框框把它特别的显示出来，然后告诉小朋友你这个地方错了，然后还会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到底怎么错了？他可能会有一些引导语，好，说是例如加法的各位，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要敬畏这方面的提示。那老师呢，就会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去直接走到班级中那个学习比较弱势的小朋友，比较落后的小朋友，直接指导他。那小组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是采小组教学，那我们的教学呢，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课堂在电脑课是可以允许有一点声音的，好，不会是全班安安静静的。那进度快的，或者是说在这一方面数学方面比较强的人呢，他就可以去教比较落后的小朋友，老师就不一定会站在那一组，他可以比较专心在比较落后的学生身上。谢谢。好，谢谢老师。新闻线上那個學生嘅回答嗬，現場基本上你咪要繞場到啲學生嘅家長嚟到現場，你啊除咗談看一下咧，家長對安樣嘅教學，佢哋一開始係未接受，唔得解，一開始就冇咁問題呢。現場是不是有哪一位家長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那最大的變化就是讓我覺得說，小朋友對數學跟國語就很有興趣，尤其數學，很多小朋友會沒有興趣，因為你一旦進度落後以後，你就覺得很乏味，因為你永遠就像跟不上別人。舊的教育就是一直教、一直教、一直走，他不會等你進度落後的同學，然後就這樣子成績的差的同學就會越來越差。那他這套教育帶給我的感覺就是說，進度比較落後的同學會被發現跟被看到，經由這一套軟體。那老師也會去加強對這方面比較弱勢的學生的那個，就像剛剛老師說的，會針對他給予個別加強的教育，那自然小朋友對這學習就會有興趣，而不會越來越沒成就感，然後就沒有興趣了。那在家裡的話，他就會對做這個回家的這些這個雲端教學的功課，他就會非常的熱衷。有時候甚至時間超過學校給的，我們要制止他，因為他非常有興趣，他可以觀看到別人學習的進度，還有別人開設的書店，別人的數學的那個進度那些。那像我本身自己女兒比較好勝心強，她就會希望閱讀更多的書，跟發表更多的文章，然後她就會變得像一個對學習很渴望的一個小朋友，而不會說對學習很排斥。那我就會覺得說，我們家長上的話，也會比較輕鬆一點，因為你不需要很認真的盯他，你反而會不會擔心他花太多時間在學習這個課業上面，會希望他抽點時間，因為畢竟對着電腦太久還是不好，雖然內容是好的，對，這大概就是最大的改變。好，感謝您，謝謝，謝謝大家。還有談到哦，就係講有看到世界轉變哦，係好世界哦。還有冇哪位家長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的？好，
这位家长，您请说。小朋友接触了这1年多以来，我发现学校老师其实在这方面很用心。那这样除了说我们传统式的教学之外，老师还要另外再接受这些新的这些电脑的知识，那去教育小朋友。那他也不会说摒弃了传统，就2方面同时的并进。那至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以我的小朋友跟别的朋友的小孩一样同年纪来讲，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教到像2位式的数学的加法，那他就很有兴趣。那借由像他们有数学岛的功能，他就很有兴趣的说，这是有趣的。那相对在他的纸本的那个运算的方式，他会更有兴趣，而不是说排斥。但是其他朋友的小孩子，有时候他就认为说，因为数学他们对从个位数进到10位数来说，或100位数来说，其实对他们是一个比较吃力，因为有时候一个观念的转换，他们没办法接受过来。但借由这个数学岛，我就觉得它不错。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在国语的部分的话，它也是说，可以借着打字，从注音符号开始，让他慢慢的去认知。因为有时候有些小朋友或许他基础没有打好，但是他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让他的注音符号可以更加深印象。但是不是很传统，一直叫他背，一直叫他背。因为你死记的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其实我是比较不认同的。你刚刚谈到咧，安都该讨论后，都有谈到讲，你下安用该教学方式其实佢系动写，你小朋友去学习嘅，所以安用该词组学习嘅部分吼，你上下来出来讨论嘅部分，因为你教育部讲啊，到民国就把控教嘅嘅时间啦，提升高中嘅比率降到15%，没错讲南摆讲系讲到了10年国教嘅时间，学生嘅记得话可能未拄到喊啊到年嘅你种嘅价钱，安用嘅方式啦吼，安用应该情况来讲啊。南摆对了国中外头高中嘅时间讲，唔是考试，係咪对？你個社會嘅壓力會係細啲喎咯？學校嘅教學會變到很難盡上啲喎冇？用個詞組學習嘅能力對佢貴生人來講係咪係非常重要嘅哦？稍微了，這問題出來強調嘅就係了陳教授。陳教授，您提出說，就是我們現在的教學方式，我們剛才有聽到很多老師在分享，就是說以前都是老師在教啊，老師在台上一直教一直教啊，學生就是台下一直記、一直看、一直背，然後來應付考試，學生好像就只是考試的機器而已。但是我們現在這一套的教學方法，我們很強調就是說學生他可以去自主學習。可不可以跟我們提一下，就是說這樣子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未來教師的概念，它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概念？它對於小朋友他們以後的自主學習跟終身學習來講，會有怎樣的影響跟幫助？自我學習的重點就是說，學生要有能夠自學的習慣。比方說每天都有興趣的看書啊，然後有興趣的去寫作創作。習慣之後，所謂習慣也有興趣，就表示他是將來會好學，將來也會終身學習。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興趣、習慣，還有需要老師以身作則。我們常常說什麼言教。身教重於言教，有很多學生之前從來沒有看過老師拿本書來閱讀，你怎麼教他來閱讀呢？所以我們希望是也可以推這個家庭閱讀，讓這個家長也帶小朋友閱讀。所以我不清楚啦，我就問很多家長，包括主持人。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小孩，你是不是好的家長？如果你不是好的家長，沒關係，你了解我們明語學校之後，你明天就是好家長，就是帶你的小朋友一同來閱讀。所以這個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是一個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就是包括家長、包括小朋友、包括老師。好，謝謝教授。其實睇到了詞組學習啦，了環境咪係非常重要嘅吼。稍微除了強調，你該清高中啊，你下次要啲，你中評國小要實施，啊咪係5年級以下就啊，等到記到南擺係講脫離國中過後，教員用班一類銜接咯。為小講小朋友對安用改教育方式為又不適應改手才嘛，也係講經由我們這樣子的教育方式訓練出來、培養出來的小朋友，其實佢係。唯有漢娜都自家嘅價錢，然後想法漢娜走得去適應南白國中一般的常規教育嘅方式。其實國民小學培養的習慣跟態度之後，國民中學怎麼銜接那我們桃園縣政府有一個做法，就是我們先從明日閱讀開始推動。那從中民國小
再选10个学校1+10，然后再推动明日阅读呢，是全县3年内全县的小学呢都在推明日阅读，包括国中端，先从明日阅读开始推，然后呢明日写作。那课程的发展呢，也渐渐的从我们中平国小，那未来会有过岭国中，六合高中，一般我们的高中，国高中的高中端呢做衔接的一个课程，在慢慢在努力在推动当中，希望能够把这个阅读深化，然后呢课程适性化，让孩子们呢能够充分的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就是不要变成在教室里面就是变成客人不要变成教室的客人应该要变成学习的主人。那另外刚才有提到，小朋友在玩电脑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宅男其实我们在刚才课程设计里面，我讲了说，我们是校本课程是让孩子走读，走出户外。那领域课程是让孩子呢去国语、数学方面兴趣去学习。那当孩子学习多的有兴趣之后，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有一个叫数位康健计划，就是让孩子呢从小学会视力保健，拒绝网络成瘾，然后呢他在学习当中有乐趣，他就不会沉迷在线上游戏。从早教会比往后教会来得更好谢谢。好，新闻高中。你俩哈，你俩中苹果小没有来抢高，你俩中苹果小改俩，鸟片行业线上，线上，你其实咪唔但抢系你俩中苹果小要教庭，你要去个动到该学校去教不过你中苹果小，你要发现到，你俩片学生佢哋用用该教学方式，而家学习嘅时间，然后其他嘅国小佢哋係去辦嘅方式，而家學習嘅時間。然後你比較一下，你國小嘅學生然後其他學校嘅學生有乜嘅冇相同嘅所在冇？你個中平國校咧教嘅部分就係講客家話除了語文學了鳥片話也學到你係全台灣咧，可能唯一一個學校按住做應該小朋友除了教應該鳥片客家話。又教鳥片嘅重要嘅唱山歌，打隻鼓，今年呢晚上係通應該最重要嘅鳥片仔來教起來要準備講就6個學生子作個禮服戴個帽，個個個帽教佢要3獻禮6個學生子會行會唱呢個學生係行專線按住叫學到按歡喜可以表演可以上台表演，可以得獎學習起來就會非常嘅歡喜一歡喜就一愛學就得呢度獎按住就非常嘅成功好，新聞先生。今日呢段節目咧，你要撈大家受嘅，你咪本大家認識到物嘅溫度係用路學習，物嘅要係自主學習。中片貴手幾多嘅做法就係用半年。等下廣告轉來，你先歇困一下，廣告過後，嗰繼續轉來討論。好，盡量呢，出面睇佢嘅節目現場，稍來橋下來繼續呢個討論，讓批區房本現場嘅鄉親朋友橋下來參加。一開始呢家要講到咧自主學習嘅部分啦，呢啲中平貴小嘅小朋友叫做造新體育世界都會自家去拿出來看哦。兩樣譬如我們看下呢個小朋友叫做啲造新嘅世界都會看哪條書？來，小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就是說，你們早上的時候你們都會看哪一些書？那你喜歡看書嗎？喜歡這樣子的時間嗎？你都喜歡看哪一些書？看科幻小說。課外小說。科幻小說。科幻小說。那還有呢？就是比較喜歡就字比較多的。那你覺得早上這樣子的看書時間，你是很享受的嗎？還是說是不喜歡的？喜歡。好，謝謝你。
好，那接下来这位小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来站起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喜欢早自习这样看书的时间吗？我喜欢。为什么？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就看书，就会让人觉得就是很享受。很享受。那你都看哪一些书？你会去找哪一些书来看？会看一些小说。小说类的是你喜欢的？听说你们看书的速度都很快，是不是？那通常一个礼拜可以看几本？还是说你有算过你一天可以看几本？差不多一个礼拜可以看5本到6本。一个礼拜可以看5本到6本，是那种画画的书，图画很多的书，还是都是文字的？文字的那一种。都是文字的书，你一个礼拜可以看5、6本，哦，那很厉害哦。所以也很享受这样子的时光，对不对？好，谢谢你。咧问下，你家家长啊吼，你家家长係咪現場咪用呢？就等我哋講一下，你嘅聲音啊，轉題啊，係咪咪用到冇強人嘅素材，撈皮嘅聲音咪用冇強人嘅素材冇？啊，會講嘅聲音啦，會講冇看電視來看下類圖書冇，會將用嘅情況冇，現場咪用家長讓你分享一下。对啊，因为我孙子也是2年级啦哈，他现在就说上了网络，就是个人有自己的那个电脑嘛哈，他现在的学习哈，他认识的字比他爸爸还多。对，而且他打字来讲，有时候要找他爸爸来哈，一起学习，看打的分数谁有过关没过关。结果他爸爸还打输他，然后他邀请我这个做奶奶的哈，也是一样，我都输我孙子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他的进步的认识字的能力哈，比我们以前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校长，谢谢你哦。好，師母你也發表。而家喺呢中篇貴小界咧，學生啊，或者讀5年生就係要參加用呢屆教育嘅先屆方式，咁個6年生屆係冇參加到嘅，所以你哋出嚟參加呢中篇貴小界咧線上是不是有我們中篇國小的老師？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說5、6年級學生啊，他們在學習方面上是不是會有一些表現不一樣的地方？就您的觀察。好，謝謝主持人。因為我們的課程目前是從1年級到5年級，有實施明日數位的課程跟教學。那6年級的部分，他們還是傳統的教學方式，所以我們訓練出來的小朋友，在我們的感覺整體來說啦，哈，因為我們的明日課程它是着重合作、團隊合作學習，以及1對1學習，而且很重視上台發表。把整組的成果發表給其他的組的小朋友聽，所以訓練出來的小朋友，他跟傳統的小朋友會差別在比較有自信，而且我們請他說一些事情的時候，他能夠很大方的就出來講，而且他在跟其他同學合作的時候，他展現的能力會比較適應，跟人家會比較合得來，所以這個在這個課程這樣子教下來之後，我們發現學生的普遍他的創造能力，以及他的一些思考能力，都跟傳統的小朋友教學下來的不太一樣。中篇動力會計則部分出嚟講，佢哋要嚟補馬虎哦。楊皮處透過呢講條線圖向新朋友，佢哋討論之前欣賞日團呀，楊篇計呀中篇貴小嘅小朋友，佢哋計補馬虎表演。
我刚才让片中说你做在看到你个鸟片个中评国小的小朋友给鸟片的布马舞表演是彩非常的精彩哦。小朋友，我们的布马舞表演精不精彩啊？是不是大家都有参与到，有去学过？有哈。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问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就是说，有哪些小朋友有参加过这个布马舞表演的？我们举手一下好吗？我几乎每个都有参加过哈。听说这个社团，好，谢谢大家。听说这个社团是我们学校最大，然后人数最多的哦，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我们就来看哪一位小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来参与这个布马舞的表演好不好玩呢？好，这位小朋友来，请讲，你练了几年了？1年。表演这个布马舞，他是不是懂撒批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会吗？会，因为出去跟别人讲我是中平国小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布马舞很棒。哦，所以别的学校小朋友有听过哦，所以他也很羡慕你们吗？有哈，因为你们表演都可以穿得很漂亮，对不对？那个色彩都很艳丽啊，这些。对。好，谢谢你，谢谢。然后隔壁这位小朋友是不是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练了几年了？1年。也是练1年。那觉得练布马舞会不会很累啊？有一点。不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累，有一点累。为什么会很累？你是被逼的吗？要练很久。要练很久哦。通常1个礼拜要练多久？练几个小时？ 2到3天。3天。1个礼拜要练3天。差不多。哦，那可是练得很累，那你学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因为又还可以跟同学一起出去表演，这样。会。那你觉得练这个有什么帮助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觉得很有趣。很有趣。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平常时可能应該母語教學啊，其他學校可能就係線上啲溝通學啊、教師地圖啊，線上啲推廣講，學生嘅啲推下學啊樣。咁佢你嘅你啊中評國小要教用布馬嘅，然後你演術啊，吼教你布馬對你學生嘅學習客家文化要學生起嘅素材，冇記得唔係講是啲溝通錯咧，錯長你嘅堂口啲，做得出來教啊樣呢種係咩？呢個布馬係應該客家嘅文化咧，吼。過去咧應該布馬咧，從台灣嘅歷史上咧啊，消失咧好多年咧，吼，10年、20年咧，所以咧從呢個中評國校咧開始有布馬以後啊，應該後邊嘅呢個布馬咧，見在小學也有，幼稚園也有。到沙丘應該太遠也有，不但係過量，見圖片片呢有10個推咧，有大概10個隻布馬，少個1、2隻布馬，不但圖片有新竹也有，苗栗也有，最遠呢應該布馬到高雄啊，所以表示講應該布馬做得非常嘅成功，布馬做成功以後咧，對前規則呢個鴉片嘅文化咧，對客家文化嘅傳播有下正面嘅影響。大家對客家嘅文化咧，有為下歡喜也可以同客家文化咧，從冇人地做到有人地。好，感謝先生，讓您分享。接下來想要請問的就是陳教授，我們都在講說客家文化、傳統文化，感覺好像是比較 LKK 的東西啦。好，那學生他會不會也覺得，如果說我世界上也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然後我們的表演大家也都看得到，外國的朋友也都看得到，它可以增加自我的認同感、自我的成就感，這樣子。當然啦，就是說比方說現在有些，比方說四川的川劇啊。看起來很古老的東西，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做這個事情來。我覺得是說傳統的文化說是 LKK， 應該是不對的。我想小朋友自己從小就看這個，就很有認同感。所以這些文化東西並不是從成人之後開始，一定從小朋友他自己一開始有認同這個才會出現來哦。
其实你的高中没有带过吼，250个小朋友啊吼出去乡下表演，即为你的高中没有空调一种方式按照大概生囡仔你都还会顾到，唔系讲是顾俩成绩好嘅学生啊，表现好嘅学生啊，大概生囡仔做下做唔得放弃，啊用嘅进行就很用班嘅，我用嘅顾到大概学生啊。我哋一種辦法同哈，從阿啲全中人哈，我們全5年級的孩子參加全中運的表演，我們跟老師討論，就覺得讓每一個孩子哈都有機會上國際舞台，所以不管他跳步馬也好，舞扇也好，當大樹、舞斧頭、舞龍，每一個人都有一份他自己的工作，那個叫適性教育啊，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有參與感哈。那這樣子的部分呢，就可以讓每個孩子有實際的機會去認識自己的家鄉文化哈。好，感謝呢個校長。其實呢啲學校嘅教育啊，吼，撈呢個社區文化結合啲強下，學校咧嚇唔單淨係限制講啲呢個學校嘅個人啲度，佢咪行出嚟學校，撈呢個社區強下結合啲強下。稍微出嚟參加呢推下嘅裏邊啊，吼，呢基本咪要呢社區嘅見面嚟到嚟獻唱，我哋嚟參加，因為呢個啲社區嘅部門唔單淨小朋友自己表演聽聽哦，其實社區嘅啲見面佢就咪要提早當到，係獻唱係咪要嚟個做單嚟分享嚟嘅。又讓你聽走不賣嗎？最早第一次我們是校長帶領着我們，還有我們的社區的那個貴族總幹事哈，我們去到那個許老師家那邊去砍竹子，所以我們最早一批的馬是用竹子跟那個報紙去把它糊出來的，就是第一次是由我們的校長帶領着我們一起去砍竹子，然後慢慢的我們演進的變成用塑膠片，然後接下來最後我們用塑膠管，那現在這一批的8批的是由我們謝老師裡面特別去用鐵片把它去製作出來，所以是更堅固更牢固的所以我們在也感到非常的榮幸因為我們可以在我們這種年紀也將近。其實我已經做奶奶了哈，那在往後的日子裡面，我們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然後走出社區，不管參加我們那個社區發展學會，它還舉辦了一些不管是養生的課程啊，關懷社區的課程，我們都幾乎有很多的社區的夥伴都會去參加。所以自己也都有成長，對不對？對，大家都有成長。對，而且所以這個也感謝我們的那個理事長，還有我們的總幹事啊，真的他們很用心啊，舉辦這個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工作哈，那他們很願意這樣子為我們給我們一些空間呢，我感到非常的高興。好，謝謝這位大姐，謝謝。咁樣了解線上很美們來分享一下。有很多文化的斷層，是因為就剛才像主任講說，很多人會認為說文化它這種東西就是 LKK 的，其實因為缺乏創意的哈。那這一次呢，布馬它之所以改了很多的花樣，包括在今年元宵的布馬花燈，還有今年的像全運會表演的浩克寶馬，還有現在的滑步馬，這都是由剛才都是加上新平校長的創意想法，然後我們把它付諸實現。然後最高興的就是說，其實像我們這都已經近退休的年齡的時候，那很多人有些退休的，像我們一些前輩退休之後就走不出來，就宅在家裡，有些人都說身體就不好了那是希望說借由社區跟這個結合在地的文化呢，能把老人家呢帶出來，然後像我看過很多像這個我們志工媽媽他們呢去表演的時候很開心，你看不出來他們已經都是做阿嬷級的，哇，那個開心你會變成心裡就變成哇，自己也感到很開心，變年輕了這樣。對，那這一次的話結構的這一部分呢，我們做出來，我們是希望說把結構弄得更簡單，然後讓小朋友能夠來學習，然後真正是說有創意在地的文化必須要加上創意，那小朋友他才會去傳承，要傳承這些有創意的文化。因為看到咧學校嘅教育啊，然後呢社區強下結合，然後呢咪來參加呢啲社區地圖嘅歷史中，來